团圆谢幕。这个是我们的 Origin 舞团，掌声谢谢他们。他们3个舞团要逐一的向我们台上的长官贵宾，特别是我们副会计委员，还有我们的班头部献上他们的感谢之意。这个是我们花莲高工原住民舞蹈队，谢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好，同样也是我们花莲高工原住民舞蹈队献上我们的感谢。最后一个是我们的马大艺术横舞集，今天也要献上一个礼物给我们的主办单位，希望透过他们的祝福，让我们每一个活动都非常的顺利，每天每夜大家都健康平安。我们的乐团舞团勇士会献上今天的信物给我们的主办单位，也代表着我们对花莲、对台湾这块土地满满的爱。也谢谢我们的副坤奇委员以及我们的徐珍卫县长如此的照顾我们花莲县的县民，谢谢。